維持健康嘅新陳代謝節奏係身體健康嘅重要基礎。能量水平即係身體日常活動所需嘅來源。當整體代謝狀態失衡，無論能量過低定係長期波動，都有可能影響身體狀態。其中，身體自身嘅調節機制喺維持能量平穩過程入面扮演關鍵角色。現代生活模式有時會干擾呢個調節機制。如果身體嘅代謝機能減慢，可能會影響糖分水平嘅穩定性。假如健康檢查結果提示代謝狀況需要關注，我哋就應該要多啲關注身體代謝健康。呢個時候可以透過調節飲食習慣、保持適量運動、管理好體重，同埋選擇適合嘅日常營養補充品，為身體打好健康基礎，長遠維持良好狀態。Active Sugar Blocker 血糖胺匯集多種天然專利成分，專注於為身體提供全面營養輔助，從唔同方向為你提供日常健康支援。產品早喺2019年榮獲兩項國際獎項肯定，包括倫敦國際發明及貿易博覽會 ITE 頒發嘅發明與創新獎金獎，以及國際發明創新展 INTARG 頒發嘅發明證書，彰顯其專利技術同創新表現。血糖胺旨在配合均衡飲食與良好生活習慣，共同促進整體健康狀態，尤其關注長遠活力維持。產品已通過 GMP 認證，確保品質與安全可靠，係你維持健康生活嘅穩健選擇。作為產品嘅專利成分，Sugar Cut 巴洛柚果萃取係一種多方位營養支援嘅天然素材，佢含有豐富營養，包括蛋白質、脂肪、糖類、維他命 A、B、C 同埋鈣、磷、鐵等多種成分，有助維持身體健康所需營養平衡。巴洛同時蘊含豐富維他命 C，具備抗氧化特性，能應付日常氧化壓力，維持細胞健康，兼可促進整體循環系統保持良好狀態。配方中加入難消化性麥芽糊精，呢種水溶性纖維喺消化過程中發揮作用，佢可以延長消化時間，有助維持平穩嘅消化節奏，同時支持身體嘅整體代謝健康。由於佢難以被人體小腸直接消化，但可被大腸微生物自然運用，因此能促進腸胃蠕動，維護腸道順暢功能。值得一提嘅係，呢種纖維有助支持腸道健康，促進新陳代謝平衡，為身體活力打好基礎。佢仲能夠提供飽足感，幫助形成均衡飲食習慣，助力維持健康體重。承接以上兩種成分嘅協同理念，產品精選加入肉桂萃取同金骨果膠，進一步拓展營養輔助嘅層面。肉桂萃取含有豐富嘅鈣、鐵、錳及纖維，有助身體維持理想代謝節奏，支持消化健康。而金骨果膠係一種水溶性纖維，具有豐富嘅纖維質同鹼性特質，可溫和促進腸道蠕動，幫助維持大腸健康運作同腸道酸鹼平衡，同時為身體提供營養支援，促進整體消化系統健康。兩者相互配合，旨在從代謝同消化健康兩方面為身體提供更全面嘅營養輔助。另一方面，產品特別添加山苦瓜萃取物，佢含有高能清脂素、苦瓜素，能幫助減少脂肪與糖類、碳水化合物嘅吸收。山苦瓜同時含苦瓜皂苷，有助支持身體嘅代謝節奏，支持整體健康平衡。呢種成分亦可為肝臟提供營養支援，有助維持身體良好狀態，對健康管理帶嚟裨益。為進一步配合代謝健康，產品選用酵母角，佢係人體必需微量元素之一，有助維持身體所需嘅營養代謝平衡，為整體健康機能提供全面支援。酵母角同樣為身體提供重要嘅礦物質支援，有助維持理想嘅代謝節奏與身體活力。此外，佢能為心血管健康管理同整體循環提供營養支持。再加埋酵母角有助維持健康嘅身體組成同代謝效率，並支援肌肉健康。Active Sugar Blocker 血糖胺伴你更高效咁管理健康，邁向持久未來。每日於午餐或晚餐前約30分鐘飲用一瓶，作為均衡飲食嘅一部分。可選擇常溫飲用或冷藏後享用，風味更佳。為達至理想健康效果，建議配合清淡飲食，盡量以低糖、低脂、低鹽作為飲食模式，同時增加膳食纖維嘅攝取，保持規律運動習慣。運動除咗有助維持健康體重，更可以加速身體代謝機能，將血糖胺融入健康生活習慣，為你提供更全面嘅健康維持支援。